歡迎大家嚟到第2期嘅內容。咁乜嘢係成功指標呢？首先，成功指標係喺我嘅教學入面嘅專有名詞嚟嘅，唔係任何一位導師嘅手筆，純粹俾大家有系統同邏輯咁去了解唔同型號背後嘅需要啫。成功指標係講緊點樣去定義第1期我所講嘅型號追求背後嘅意思。例如2號講緊佢要被愛，咁究竟點樣先為之被愛呢？8號講緊要強大，咁點樣先為之強大呢？呢一個部分咧就會解釋多少少啦。而呢一種嘅成功指標係會因應住心理狀態變化而改變㗎噃，所以我哋一陣講嘅只係每個型號嘅本質嚟嘅啫。心理狀態變化之後嘅成功指標，我哋會喺第7期嘅時候先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嘅。好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先睇下2、3、4先。嚟到4號啦噃，佢哋追求獨特，而成功指標就係同大家唔一樣啊。照舊啦，大家其實係可以用翻跑手嘅心態嚟諗，就會明噶啦。例如競爭入面可以勝出啦，咁就證明到我係同你唔一樣噶。呢種競爭可以係真正嘅比賽賽事，亦都可以純粹喺腦入面嘅假想敵。總之就係透過比較去揾對手，然後贏佢。再嚟啦，同大家唔一樣，當然可以係純粹與眾不同嘅生活啦。例如人人都返工，我就唔返工；人人都做全職，我就做半職；人人都揾錢，我就去搞下藝術。總之就係我活得比你哋唔一樣。另外，佢哋仲可以去接觸一啲咧被遺忘嘅嘢，例如藝術啦、歷史啊、工藝啊、弱勢社群啊、小動物啊等等，因為呢啲好多時都係喺社會大眾入面咧比較容易遺忘嘅嘢。講到尾就係想同人哋唔一樣啦。跟住仲可以係將社會嘅標準視為焦點，超越一個又一個嘅社會標準，成為工作或者係某啲社群入面最出眾嘅人，咁就可以同大家唔一樣啦。最後就係感受到一啲超脫同刺激嘅感覺，咁就會令到佢哋可以感受得到同平時完全唔同嘅體驗啦。可以係極端嘅快樂、極端嘅痛苦、極端嘅發洩等等。咁4號嘅成功指標呢，大約就係咁樣啦。每一個型號會去做啲乜嘢嚟回應啱啱我講嘅成功指標呢？而呢一樣就係我哋一陣間會討論嘅行動策略啦。行動策略係會因應住心理狀態變化而改變噶，同成功指標一樣。不過你諗下都合理啊，有乜可能成功指標唔同咗，行動嘅策略都仲係一樣先得噶？4號係要同大家唔一樣啊嘛，咁佢哋嘅行動策略就係做一啲唔一樣嘅事啦。咁大家用5秒鐘諗下，究竟有啲乜嘢例子呢？跑手點樣喺人群入面突圍而出呢？例如佢哋會關心一啲冇人理、悲慘、被遺忘嘅嘢，就好似關心被遺棄嘅自己一樣。正面嘅就係關心一啲唔開心嘅人，搞下文化保育。但反面呢，就可能係囤積垃圾，黐埋一啲會傷害自己嘅人度。最極端嘅可能就喺街度見到一個吸毒者，哇佢好慘，咁就接佢返屋企住，差啲仲俾佢搞到入醫院添噃。不過大家又諗下啦，點解有一啲4號唔係太關心一啲悲慘同被遺忘嘅嘢呢？5秒鐘諗下。呢一類嘅4號可能係將個焦點放咗喺社會嘅成就方面，所以會比較少重視一啲悲慘同被遺忘嘅嘢。不過事實上，4號多多少少都一定會俾嗰啲悲慘同被遺忘嘅嘢吸引噶啦，除非佢當咗對方係佢嘅競爭對手啦。跟住跑手當然就係可以同人競爭嚟突圍而出啦，贏到你嘅咪見到自己同你哋唔同咯。正面嘅可以係參加比賽或者努力咁讀書考個第1返嚟，但反面嘅可能就係搶人哋嘅另一半，陷害自己嘅競爭對手。極端嘅可能係妒忌你朋友多過我，就搶走晒你啲朋友，係佢哋背後講你嘅壞話。不過大家諗下，點解有一啲4號唔係太同人競爭嘅呢？5秒鐘諗下。
有冇諗過4號嘅比較唔一定係競爭㗎噃，可以只係做一啲同大家唔同嘅嘢，例如唔一樣嘅生活、唔一樣嘅工作，所以變相睇落去呢，就會少啲同人競爭、同人鬥啦。再嚟啦噃，跑手仲可以去提升自己嘅自我要求同自我規範，令自己變得更加出眾。當人人都跟唔到嘅時候，我跟得到喎。就算人人都跟到，我就比佢跟得更加好。正面嘅可能係工作嘅時候，比起其他人更加認真、更加詳細，返工都比大家早。但反面就可能係逼自己 OT， 做極都覺得自己未夠好。見過最極端呢，可以係明明人人都讚佢，但佢可以要求高到覺得自己做得差，做幾日就辭職啦。不過大家諗下，點解有啲4號唔係太高要求嘅呢？5秒鐘諗下。啱啱有提過啦，4號嘅比較係好睇投放喺咩地方噶。只要佢唔係投放喺社會層面，就可以少啲自我規範噶啦。畢竟我唔使成日同身邊嘅朋友同同事比較啊嘛。之後跑手仲可以用藝術同刺激所帶嚟嘅超脫體驗，去感受嗰種超凡脫俗嘅感覺，即係去體驗一啲平時感受唔到好獨特嘅感覺。正面可能係藝術，例如畫畫、音樂，但反面嘅可能係吸毒或者性上癮都得㗎。大家諗下，點解有一啲4號唔係太追求超脫嘅感覺呢？5秒鐘諗下。其實同啱啱嘅講法相反，當有一啲4號將佢嘅焦點放咗喺社會嘅標準上面呢，反而就會因為佢約束自己而壓制咗自己去追求超脫嘅感覺嘅慾望啦。最後，跑手仲可以用另類方式生活嚟突圍而出，用同大眾完全唔同嘅方式去生活。正面嘅可能就係去非洲做下義工，做下創作嘅藝人，但反面嘅可以就係加入黑社會、逃學、詐病、逃避社會㗎。不過大家諗下，點解有一啲4號唔係太追求另類嘅生活呢？5秒鐘諗下。同啱啱一樣啦，佢將獨特嘅焦點投放喺社會嘅話，就會專注咗喺一啲社會價值下嘅獨特，而比較少去實踐一啲另類生活啦。4號嘅行動策略咧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。大家記住要揾行動背後嘅動機，無論係關懷、競爭、符合標準、自我要求、超脫感覺、另類生活，總之就係做一啲同其他人唔同嘅嘢，去感受呢一種唔一樣嘅感覺。所以唔好見到有朋友仔好似抑鬱或者自憐就覺得佢係4號啦。補充資料，我哋又睇一睇坊間嘅一啲迷思同誤解嘞噃。至於4號，好多人都會形容佢哋好中意做浪漫嘅嘢，令到唔少真係會做浪漫嘢嘅朋友呢，就覺得自己係4號啦。事實上呢個係翻譯上嘅問題嚟噶。牛津字典係有咁樣解釋 romance 嘅意思噶。其中一個意思就係一種神秘、興奮、遠離日常生活嘅品質或者感覺。其實正正就係講緊4號呢一種與別不同嘅感官體驗。同時 romance 亦都係有追求嘅意思喺當中噶。正正就回應緊我老師 Dr. Lam 成日話4號中意追嘅嗰種感覺。嚟到呢度都接近第2期第2部分嘅尾聲啦。唔知大家覺唔覺得我哋每一個人真正可以選擇嘅嘢其實唔係好多呢？每個型號都有佢嘅成功指標，同埋為着呢啲指標去用嘅行動策略。我哋唔難見到呢個世界仲有好多人被困，被權力慾控制，被錢控制，過度消費，放縱情慾，酗酒、吸毒，乜都有。透過9型人格，我哋依家知道乜嘢先係我哋真正每個型號嘅需要。其實呢個只係第一步，打破舊有嘅習慣先係真正嘅考驗啊！我想喺度引用聖經約翰福音8章31至32節嘅內容。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冇基督信仰嘅朋友未必知呢度講緊嘅道係啲乜嘢。不過我哋可以喺呢段經文入面知道，放縱自己係唔可以突破到型號上嘅限制㗎。
唯有真理先可以令我哋有真正嘅自由。感謝大家，第二期嘅內容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認識真理，享受真正嘅自由。